而家係溫太同大家分享嘅時間。今日嘅題目係駝標，經文係哥林多前書14章33節。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，乃是叫人安靜。哥林多前書14章33節。有一位女教師，佢嘅未婚夫遠赴外地去工作，臨行前呢就送俾佢一個駝標作為定情嘅禮物。女教師非常珍惜呢個駝標，聽住駝標滴滴答答嘅聲音呢，見標如見人。為咗思念情人，女教師就將駝標掛喺腰帶上邊，片刻不離。有一日，佢就帶住全班嘅學生去農場嗰度參觀，做戶外嘅教學。佢哋喺一座穀倉裏邊呢，就上咗半日堂。冇諗到喺穀倉出嚟嘅時候，女教師發現佢心愛嘅駝標唔見咗，佢非常咁樣着急，發動全班同學返去個穀倉度幫佢揾。學生們揾遍咗成個穀倉每一個角落，幾乎呢將嗰啲稻穀呢都翻起嚟，都係揾唔到。咁女教師好傷心，都喊起嚟，同學們都不知如何是好。呢個時候，農場主人5歲嘅仔呢走過嚟，自告奮勇咁就話：唔好傷心，我幫你揾。女教師同埋同學們呢都唔抱住咩希望，佢哋諗咁多人都好仔細咁揾過，都揾唔到。一個5歲嘅孩子呢，又點樣揾到呢？七嘴八舌嘅議論中，呢個5歲嘅細蚊仔呢就走咗入去穀倉。冇幾耐，呢個小孩子喺穀倉嗰度走出嚟，手裏邊拎着正係女教師嘅駝標。女教師歡喜到不得了，好開心，抱住呢個細路仔，多謝佢，然後忍唔住就問：你點樣揾到㗎？點解我哋啱啱揾咗成個穀倉都揾唔到啊？小孩子就話：我乜嘢都冇做到啊，只係靜靜咁樣坐喺個地上邊，冇幾耐就聽到你個駝標喺嗰度滴滴答答嘅聲音啊！弟兄姊妹，耳安靜能聽聲音，心安靜能聽良知，靈安靜能聽天道。安靜具有極高嘅價值，耳根清淨之外，也當求心靈嘅安靜。同神嘅同在，必然可以得到心靈嘅安靜。神嘅聲音係極微小嘅聲音，我哋心靈如果唔安靜，點樣能夠聽到佢嘅聲音啊？我哋同心禱告，親愛天父，請讓我哋緊緊跟隨你，留心聽你嘅聲音。感謝你賜下恩惠同埋平安，我哋嘅生命係何等嘅蒙福。願你時時都與我哋同在，讓我哋無論喺咩嘅境況，都可以與你相遇，生命充滿主嘅恩典。我哋咁樣祈禱，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